Hello，大家好。今日寶叔叔會同大家講下地下室漏水呢個情況嘅。一講起漏水咧，好多朋友都會即刻聯想到係咪地下室個牆身會有裂痕啦，或者係個防水已經係冇咗任何作用，唔 work 咁咧。咁即係當然，如果去到呢啲問題咧，就要揾專業嘅地基公司去做個勘察同修補。咁我哋今日最主要講下一間屋喺地下即係個牆身冇問題，但係點解都會發生漏水？我哋會用幾張圖片同埋去解釋下呢個情況，點解就算係新樓都會發生。咁亦都會講下有啲咩預防嘅方法，盡量去減低呢個地下室漏水嘅問題嘅發生嘅機會率。同埋第二日如果喺大家揀屋嘅時候咧，有啲咩可以留意去減低咗呢個情況發生。好啦，咁呢一張圖咧就會係啱啱一個地下個地基同埋個地下室嘅牆身起好咗，咁基本上會有幾個工序咧，都會係愛嚟預防呢個發生漏水或者係滲水嘅情況嘅。咁首先咧，佢就會搽咗一陣嘅 coating 喺度。咁呢陣 coating 咧，唔係絕對防水，佢有少少似我哋外套線水嘅效果。之後咧，佢會有一陣membrane，即係有一陣膜咧係鋪上去。咁呢啲咧都會係希望令到啲水滲咗落去嘅時候咧，引導到啲水流落去地下下邊。然之後佢就會有一條管道去令到啲水滲入去管道，再流入去我哋個芯噴，之後就將水噴出嚟嘅。咁即係當然最後佢就會填翻啲土啦，做翻個 grading。咁佢有呢幾項嘅措施咧，係防止地下室會入水。呢一張圖就係一個比較正規嘅地下室嘅工序嘅個工程完成圖啦。咁大家可以見到咧，喺呢一個位置就係我哋所講地下室個基座啦。之後就係佢嘅牆身，咁上面就有個 membrane 個 coating 同埋嗰個管道係去疏通水流入去個芯噴入邊嘅。咁理論上咧，就管道周圍應該係有碎石去令方便啲水流入去，而唔會阻塞咗啲水。因為呢條管咧係 perforated，即係有窿嘅，咁就所以周圍應該係有碎石咧，令到啲水係冇阻擋咁去流咗入去條管道。如果係平時我哋嘅 clay 或者燒咧，係有機會塞咗啲窿，而令到啲水入唔到管道嘅。咁只不過而家大部分嘅建築都係就咁鋪咗啲 clay 上去嘅啫。咁咧，大家可以見到喺呢一幅圖嚟講咧，我哋地下室其實唔係完全密封嘅，因為佢唔係一體化嘅。喺個地基，即係嗰個地下室地面咧，其實佢只不過係一啲碎石上面再鋪咗一浸水泥上面嘅啫。咁所以喺呢一啲罅位度，即係如果有水喺牆身一路流咗入去咧，又或者壓咗落去嘅話咧，佢係有機會喺個基座同埋牆身中間呢個位置。呢啲位咧係滲水入嚟，令到地下室係有水，即係漏水嘅情況發生嘅。呢一張就係實際嘅施工圖，大家可以見到喺個牆身起好咗之後，咁其實未鋪地下室嘅水泥咧，其實佢本身都有好多積水嘅。咁呢一啲管道咧，就係個頭先外邊個 perforated 得去令到啲水流咗去管道，再流入去芯噴走。咁喺牆身同地下，即係你見到啲柱中間咧，其實佢係好多罅位喺度，甚至乎其實水泥嘅牆身同地板咧係都會索水嘅。咁所以一間屋本身嚟講，其實係有好多空間係俾水去滲入去。我哋嘅目的咧係只不過令到啲水盡量唔好積喺我哋嘅屋嘅周圍，而係令到疏通到啲水出去嘅。呢一幅圖就會比較好咁解釋到，或者俾大家明白到點解春天融雪嘅時候，或者係落好大雨嘅時候，我哋地下室就發生水浸嘅機會會比較大啲。就係因為譬如話喺好多大量嘅水喺你個屋周圍積聚咗，而假設你嗰個芯噴嗰條管係喺呢個位置，如果佢一時間係疏導唔到所有嘅水嘅話咧，啲水就會由水壓嘅問題經過牆身同埋呢啲咁嘅接駁位去流入地下室，令到地下室發生漏水或者水浸嘅情況啦。
當然，如果呢個情況係經常持續，咁就算嗰個管道係可以足夠時間幫你去疏通到啲水咧，呢個牆身其實都會經常俾個水壓住咗咧，俾個水壓住咗佢咧，令到佢個牆身係有機會受損嘅情況，就好似你俾一個肥人壓住條腰骨咁樣咧，經常咁壓，即係腰骨都斷啦。咁所以有時候點解啲牆身喺經過一定嘅時間之後咧，會出現咗裂痕咧？咁水壓都係一個好主要嘅原因之一。咁喺明白咗點解一啲新屋或者一啲比較新嘅屋都會有漏水情況咧，我哋其實最主要嘅目的咧，點樣去預防咧，就係令到啲水盡量離開我哋屋企附近嘅 foundation 周圍嘅位置啦。咁其實有啲辦法都係相對比較簡單，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噶啦。第一咧就會係喺個 downspout，即係你雨水嘅收集渠咧，盡量有條新棉管係將啲雨水或者將啲水咧帶離開屋企。咁喺 Manitoba 呢邊都會建議，盡可能你個出水位咧會係離開間屋6尺以上。咁其實大家都可以睇一睇自己究竟條管夠唔夠長。如果唔夠嘅話，不妨去買條 extension 去盡量伸延，咁啊盡量避免咗啲水喺屋嘅周圍呢啲咁嘅位置積聚，增加咗個水壓喺度。而第二嚟講咧，就係會睇翻你哋間屋外邊嗰笪地嘅 grading，睇下會唔會係有少少向咗，即係時間關係會俾啲水沖走咗，令到屋附近嘅水位，即係個斜坡係比較低啲，咁令到啲水係入咗嚟屋。咁如果可以嘅話咧，又或者有咁嘅情況發生咧，就盡量會建議係你買翻啲泥啊，或者 gravel dirt，令到做翻個斜度係向外排走，向外邊斜走，咁佢盡量減少咗啲水嘅積聚。咁譬如話，好似係冬天嚟講咧，將屋企附近嘅雪剷走咗啦，亦都會係有利於第二日融雪嘅情況嘅時候咧，大量水喺個屋嘅周圍嗰度直接滲落去地下嘅。最後我哋會講下，如果譬如話第日你揀屋嘅時候，有啲咩你可以留意，係可以減低避免咗有呢個地下室入水嘅情況咧。咁好似喺呢度呢間屋嚟講咧，中間呢間你明顯係可以睇到嗰個間屋起得係比較高啲，而個坡度咧，大家可以留意到係向住外邊斜咗落去嘅。相反嚟講，隔離呢間咧嘅屋就比較低啲，而佢嗰個extension 即係 downspout 嘅 extension 咧，都係比較短。咁呢個情況咧，喺呢邊積水嘅位置係會比較高，相對嚟講，呢一間屋左邊呢間屋咧，發生地下室水浸嘅機會相對比較高，唔一定話佢一定會發生問題，但係個機會率係比較高少少嘅。如果好似呢類型嘅屋咧，咁中間個通道係比較窄，所以如果水喺呢度積或者啲雪喺度積嘅話咧，係亦都相對係比較容易發生咗啲水直接入地下，即係落咗地底入自己間屋嘅機會率。同埋大家可以留意到，佢呢個雨水個 extension 係得咁短，呢綠色呢間屋，而右邊呢間咧個 extension 相對係伸延得比較長啲嘅。咁所以喺選擇嚟講，當然係白色呢間屋發生地下室水浸嘅機會會相對係細少少。咁希望大家覺得呢條片會對大家即係喺維護保養間屋、防止問題發生都會有幫助啦。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或者你朋友係有幫助嘅話，不妨俾個 like 同埋將佢 forward 俾你朋友睇睇。我哋下次再揾第二個 topic 傾傾。Thank you，拜拜。